身为天台山呢、台山离关道大道场啊，这里是中华国小呢。师母的民国65年归空啊，这是加上逝世是105年，2016是中华民国105年，105年的时候，是不是说这样成立中华国小双语学校呢？2021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严重，改用那个网络视讯谈话，前人利用网络视讯谈话。高雄市六龟区新寮里3民路81号，娱乐学院季刊，天皇基金会，有天皇学院呢，有天皇学院呢。全球新冠肺炎是2020年就开始了，今年2021年更严重，全球有将近2亿的人确诊，400多万人现已经归空了，过世了。现在2021年8月12号，变种的病毒更严重，还有传到那个中国大陆武汉了。最初2020年年初是说大陆武汉那边开始发现新冠肺炎，变种的病毒很厉害。南海古佛就是观世音菩萨，农历2月19圣诞，这是农历哦。天台圣光开荒已经那么久了。那现2016年的刊物说47年，现在2021年了，加上5年，已经超过50年，超过50年。圣诞应该是说成道日啊，圣诞是2月19，出家是9月19。已经有那么久了。
36年归空了，它现在已经101年了，这样多久了？不对啊，110年了，中华民国110年，2021是中华民国110年，110扣掉36，还有74呢，74呢。但是这个刊物是5年前，2016，我说现在2021，5年前，79扣55，哎，怎么搞混了？后来110扣掉36，74啊，74再减掉那个5年前69，这里69，师尊成道69年才对。啊，原来这个是说民国几年成道啊？哎呀，那以为说他已经成道那么久了，原来这个挂号里面是中华民国多少年了？64的话是说中华民国64年。这样，那这样，这里讲法就错了。师母归隐40周年，按64年归隐的话，加上40年应该是104才对。那这个刊物2016年3月。哦，对，归隐是这里弄错了，更正了啊。师母归隐是民国64，这里有写，这个括号64是中华民国64，所以这个都是中华民国呢多少年那个数字啊？很早呢，民国40几38年就成道了。师尊成道括号36，是说民国36年归空的。8月15号中秋节的时候成道归空过世了，叫做归空了，叫做成道。你看，观世音菩萨圣诞，南来古佛圣诞就是观世音菩萨圣诞。圣诞有3个日子，其实真正的出生是2月19，出家9月19，成道是6月19。这样比较清楚了。统称叫圣诞呢。拜老母娘的大典哦，世纪大典，春夏秋冬呢，3、6都是15啊，9，但是12月的提前到11月，11月15冬季大典。办教育，儒家办教育，儒家精神办教育。你看，您的学院崇华国小，崇华国小的筹办祈愿。五明之学啊，语文学啊，声明啊，
理则学因明啦，佛学宗教那个因内明啦。科学工巧明啦，五明之学，一方明工巧明，声明因明内明。菩萨要学广学五明之学。2020、2021新冠肺炎都很严重，肺炎，新冠肺炎，我想不到严康宏杰，现在想到了白羊期呀，严康宏杰，要求到得口梦圣道三法心法，红星化吉，阴暗成祥才好。动作哈！人咧直播录影啊，带后白咩啊，较乱来。